好久不见，很高兴我们再度回到乐闻其详的节目。对啊，我们一同再来看看关于客家的社论。今天我们这个深入探讨的任务啊，主要是要来解析李文焕先生写的一篇社论。这边真的写得很精彩。对，它的标题叫做《走出造字迷思：当前客语推广应以通行为首务》。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来看看这场关于语言纯粹性跟实用性的精彩辩论。没错，其实这篇文章啊，背景就是在讲说，为了解决客语失传的危机，我们到底应该要去发明新文字来保留纯粹的文化呢？还是说我们就拥抱那种不完美的实用主义？对，就是先让大家愿意用再说。其实啊，您可以想象一个情境哦，就是假设您今天突然心血来潮，想用客语传个很温馨的讯息给乡下的阿嬷。很常见的状况嘛。对，然后您就在手机键盘上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拼出一个您觉得最道地、最正统的客家字，然后按下发送。结果呢？结果阿嬷的手机荧幕上可能只收到一个空白的方块，对不对？没错，就是那种我们俗称的豆腐块或者是一堆乱码啦。哇，那真的是蛮尴尬的。对呀，这听起来很像什么科技冷笑话，但其实这就是现在客语推广在数位时代真实面临的生存战呢。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篇社论切入的角度这么犀利。因为表面上看，大家好像只是在吵客语要怎么写，但实际上这牵涉到一个所有弱势语言都会遇到的终极难题。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当个仰望星空的完美主义者，还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吗？完全正确。作者一开始就直接点出了一个现在客语圈里面的核心争议，就是那个造字的争议，对吧？对，现在有一些客语专家，他们非常大声疾呼，认为说，为了千秋万世子孙着想，只要这个客语词汇找不到传统的汉字渊源，他们就不妥协。对，他们主张绝对不该随便找个发音相近的字来借音，他们觉得应该要全面造字，就是帮客语量身打造一套全新的专属文字。哇，这个工程听起来超浩大的。不过说真的，从文化自尊的角度来看，这种想要追求纯粹、想要一套完美书写系统的心情，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啦。是啊，谁不希望自己的母语有一套最纯正的外衣呢？但是作者李文焕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很沉重的警告。什么警告？他说，这种看似在保护客语、强调系统完整性的做法，无形之中反而会把客语推向一条死胡同。死胡同？没错，就是会加速客语变成所谓的博物馆语言。啊，博物馆语言，我懂那个意思，就是说这套语言可能在学术报告里面整理得很漂亮，字典编了超厚一本，对，文法也分析得很完美。但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活人愿意在街头巷尾用它来聊天了。真的就是这样，因为语言的本质是在沟通，不是追求形式上的绝对纯正啊。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这就像是有一位米其林主厨，他为了一道号称绝对原创、绝对纯粹的料理，他坚持连做菜用的一粒盐都要自己跑去海边挑海水回来提炼。哇，那真的很累啊。那他是不是连一滴酱油都要自己先去开垦农地种黄豆？对对对，然后等黄豆收成了，再来慢慢发酵酿造。那这道菜到底什么时候才做得出来啊？重点就是这，最后菜可能真的端出来了，在学术上绝对是无可挑剔的纯粹啦。可是因为耗时太长，成本实在太高了，根本没有客人吃得起吧？没错，一盘菜可能又卖10万块，最后这家餐厅就倒闭了。大家肚子饿的时候，还是只能跑去巷口买连锁速食。这个比喻超贴切的诶，而且最讽刺的是，这家餐厅一开始的初衷明明是想把这道美食推广给大家吃啊，结果反而因为过度追求纯粹，把客人都赶跑了。对，李文焕想表达的就是这个逻辑。当我们要求一种语言必须100%原创，完全不能借用既有资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帮那些想学客语的人筑起一道超高的高墙。既然全面造字这条路这么危险，那我们来看看历史好了。世界上有没有哪一种语言是单靠民间自己大量发明新字，然后就成功普及的？说真的，极少。
作者在社论里给的答案非常明确。哦，举例来说呢？我们看看东亚语言的历史经验，全世界绝大多数成熟的书写系统都是在既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妥协或是混用的。像是日文那样吗？没错，日文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折中体系。他们长期以来就是汉字跟假名并用嘛。对，他们当初也没有因为民族自尊心，觉得汉字是外来的就全面废除，然后全部自己发明新字。是啊，他们把汉字留下来快速传递语义，然后用假名处理发音和文法，这反而大幅降低了阅读障碍，让语言超有效率。等等，听到这里，我想到一个反例耶。请说。那韩文呢？他们不就是完全砍掉重练，发明了一套叫做谚文的拼音字母吗？而且现在韩国普及率100%耶，这不就证明自创文字是行得通的吗？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确实是很多支持造字派最爱举的例子。但是作者在文章里敏锐地提醒了我们一件事：什么事？我们必须去拆解韩文成功背后的条件。韩文能全面推行，背后靠的是什么？靠什么？国家力量吗？对，是强大且绝对的国家机器，加上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体系，由上而下强势主导了几十年才成功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家级的资源疯狂挹注，新创文字根本推不动。没错。那您觉得台湾目前的客语有这种绝对的政治和社会强制力吗？当然没有啊。所以这两个历史案例其实共同印证了作者的观点：文字能不能存活，关键不在原不原创，而是可不可用。对，还有社会普及的门槛到底够不够低？这就带出了客语现在真正的危机。客语真正的危机根本不是文字正不正统，对吧？没错，是使用人口正在雪崩式的流失。真的，现在很多年轻人连听懂都有困难了。对啊，当阿公阿嬷都没办法用流利的客语跟孙子聊天了，我们如果还把时间花在会议室里吵某的字有没有古汉语渊源，那真的是严重的本末倒置哎！而且我记得政府跟民间这几年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一个标准，对吧？对，就是教育部的客语标准用字。这对教学现场来说是一个极度珍贵的初步公式。大家终于知道哪个音大概要对应哪个字了。如果现在推翻一切，硬要塞一堆新造字进来，那代价会不会太大了？绝对是灾难。作者详细剖析了这种推倒重来的做法，实务上会遇到3大障碍。那我们就来好好拆解这3个实务障碍。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代价就是学习门槛会瞬间飙高。怎么说？您把自己当成一个学习者想一下哦。我们平常手机 APP 只要稍微改个界面，大家就抱怨连连了，对吧？对啊，超抗拒的。那想象一个本来就对客语有点生疏的年轻人，他打开教材，里面全是一堆字典查不到、长相超奇怪的新造字。哇，连偏旁部首都不认识，还要死背一套新符号，这对学习动机真的是毁灭性的打击耶。没错，他可能第一关就直接放弃，转头去讲华语了。那接着就是第二个代价。第二个代价是什么？是标准分裂跟碎片化，这牵涉到语言的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您的意思是说，因为大家没有统一的权威，所以就各造各的字吗？没错 ，A 协会造了他们觉得最正统的字 ，B 社团觉得不爽，又发明了另一套。结果大家都在捍卫自己的纯粹，最后系统彻底碎掉。您写的我看不懂，我出的书您的学生不能读。对，当语言失去了公通性，公共传播能力就瘫痪了。就像如果每个人手机频率都不一样，那手机就是废铁一块啊。讲到手机，这就带出第3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痛点，就是数位环境的适配障碍，对吧？对，现代人谁离得开电脑和手机？但电脑是看不懂文字形状的，它只认得代码。这个我懂，就是那个叫 Unicode 万国码的东西吗？没错，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家全球连锁的高级俱乐部，门口的保全只看名单放人。所以，如果您今天为了客语造了一个新字，但它不在 Unicode 的名单里，那在数位世界里，这个字就等于不存在。哇，这超有感的。
就算工程师千辛万苦在自己电脑里打出来了，传到 LINE 或脸书上，别人手机里没这个编码，保全不放行，荧幕上就是一个豆腐块啊。对，不然就是乱码。如果一种语言在网络上打不出来、传不出去，年轻人怎么用？这真的是直接宣判这门语言在数位世界死刑诶。非常残酷的现实。可是等一下哦，我这边要反推一下，我们把造字说的这么可怕，难道作者的意思是我们就完全否定造字的可能性吗？当然不是。比如说，如果某个词真的是客家独有，古书翻遍都找不到汉字，应介音又会造成严重误解，难道也不能量身打造专属文字吗？只能削足适履。您这个质疑非常关键。其实仔细看社论，作者李文焕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去全盘否定造字。哦，所以他是接受的。他很务实，他认为针对那种极少数、真正核心而且无法用介音表达的特殊词汇，只要经过专家审慎讨论，社会有共识，进行适度的补充是可以的了。完全可以。这本来就是语言新陈代谢的一部分。所以说，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能不能造字，而在于比例原则嘛。一针见血，为少数词汇造字是合理的，但如果把造字无限上纲当成唯一正统，那就严重偏离现实需求了。那既然过度造字会筑起高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墙拆掉，让大家轻松进入客语的世界？作者在文章后半段给出了一个很具体的实用主义解方，是什么？就是重新对焦语言政策的目标。政策应该致力于降低使用门槛，扩大参与族群，而不是追求学理完美。那具体要怎么做呢？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弹性并行的共识机制。弹性并行听起来像是一个多层次的书写策略。对，我们可以想象成3层阶梯。第一层最基础的就是尽量使用教育部已经制定的现行标准汉字。了解，因为大家本来就认识汉字，一看就知道大概意思，这能保证沟通顺畅。没错。那第二层呢，就是遇到客语特有词汇真的没汉字的时候，与其造新字，不如用介音标记。就是找一个发音相近、大家都认识，而且手机绝对打得出来的常用字来借用。对，虽然资源上没那么精准，但解决了当下写得出来、传得出去的问题啊。那第三层呢？第三层就是搭配拼音系统当辅助工具，照顾完全没基础的初学者。哇，所以是标准汉字、介音标记、拼音系统这3个机制同时并存，这就是弹性并行。是的，这个机制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弹性，它就像一个漏斗，把门开得大大的。真的诶，这样20岁的大学生光看拼音和介音字，就能在网络上用客家话搞笑互亏了。多少形状独特的古字耶！真的不是。真正的生命力是在于你每天去市场买菜，老板娘愿不愿意用它跟你寒暄？你滑手机的时候，能不能看到朋友用它发牢骚？没错，如果文字设计得太精致、太难情境，最后就只能变成静置在展示柜里的文化标本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这篇社论想要传递的核心总结。是啊，我们真的呼吁啊，客语的未来不应该再把资源耗费在争论文字正不正统这种内部消耗战了。大家应该守住共识，让语言跟生活接轨。对，进入家庭，进入数位世界，成为活生生的语言。那在节目结束前，我想请您，也就是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回想什么呢？想想你每天在网络上用的那些流行语、缩写，或者是死党间才懂的谐音梗，像是什么 UYDS 啦，或是各种奇怪的火星文。那些在语言学家眼里根本就是一塌糊涂啊。可是不可否认哦，这些不完美的符号却能让你跟社群瞬间产生极大的共鸣。如果人类沟通的天性就是在数位时代追求更快速、更直觉的交流方式，那硬去雕琢一套纯粹却打不出来的传统文字，是不是就违背了语言自然求生的本能呢？没错，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就留给大家自己好好咀嚼咯。您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请支持订阅我们的频道。